大家中昼平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先甲大家小姐问下创阿姐，下昼平安环境，还有阿莲下昼平安环境，还有 Sandra 下昼平安环境，还有佑佑初见安安，还出见安安下昼平安环境，还有乌萨基天赛，感谢你，甲你叫，高炸环境，应该也是初见吼 ，Hello， 大家好我是火鸡，阿玲下晝平安环境，兄妹仔戴，看起来真正有兄妹仔的款。有请咱倒手边的莫娜来介绍一下家己好不好？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桃月莫娜です。大家好，我是桃园梦娜，是来自南台湾的地下偶像呀！大家下午安呀！这是呀的部分是。呀的部分就是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一些奇怪的语助词。呀，好的。之前表演的时候也很常耶哇呜，然后就是对我每次都觉得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没关系。偶像表演不是台下发出一些耶哇呜，不是很正常吗？是我发出一些耶哇呜，我就觉得我好怪哦，算了，没关系啦。呀，好。我跟我的混音师也很常，就是录音的时候录到一半，呀，好，你说那句还没录完，然后录到一半，突然卡就呀，真的假的？OK， 因为我们听的歌会蛮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我录的歌他会没有听过，那就是我必须得有一些提示来跟他讲说，哦，我唱错了，或者是我想要重来一段，或者是这段不能用啊。我觉得讲说啊这段不能用，或者是怎样的话，太浪费时间，所以我就会呀，他就知道哦好，剪掉。突然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很聪明哎，对不对？对，还有这招哦，好，没错。好，刚是喝水吗？还是又是新的提示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你可以继续。好，我现在要学习孟娜语是吗？那这样子你的那个语言数会很广哎。那很好啊。对啊，那很好哎。好。可是我觉得我的语言学太多会很像邪教。会吗？为什么？为什么语言学太多会像邪教？就是让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应该说西方玄学比较常讲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言灵法则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喜欢吃鸡蛋糕好了，这段意思，这句话我背后有赋予它一个意思。那这句话讲多了就会变成我赋予的那个意思可能真的会成真，就是所谓的言灵法则。那其实就是要怎么讲？我那时候在跟我的就是有在了解西方玄学的朋友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在发出这些语助词的时候，你背后有什么就是想法吗？我就说，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大多是我在放空。然后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说，等一下，那这样会不会大家后来放空，变成说脑袋里面就是没有东西？好恐怖。好恐怖，好吓人。他说不至于啦，但是就是好，没关系，我们就终止这个话题。呀，我觉得我把他考倒了。我现在有点就是回想那个对话，我有一点点自责，但是没关系，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所以对。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但是我爱你哦，去加拿大记得好好照顾身体。哦，刚刚是对那个朋友的喊话吗？没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就是对，没有，还需要这样隔空喊话，请他好好照顾身体，听起来好严重，到底是怎样？不是，有人说脚完全一样，对啊，你头上那个是怎样啊？这个是很慢耶。人家问你，你送我的哦，对啦。上次顶回了台语面试了后，我就有送礼物，有来面试的拢摕到我的夹。忘掉，就介意。对。头上的东西变很多。谢谢。不对，为什么是我谢谢？不客气。谢谢。对啊，
真的好一致哦，怎么会这样？但我没有异色瞳没关系，我可以戴眼罩，我有眼罩。哦，好，为了这个要戴眼罩吗？可是不行，戴眼罩会显得我脸很大，不可以。好，什么送2根笋子才不是笋子？好，是笋子吗？不是哦，不能吃，不是，不要再吃了。好的，知道了，不能吃，歪头笔记。OK， 笔记。那张图是不是已经有点退流行了？我前几天在跟朋友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应该说在聊一些老梗图、老迷因，或者什么？它已经是老梗图了吗？好，你继续。词语的部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觉得有什么？就是我们先讲退流行方面，你觉得有什么是老迷因？然后他们就讲不出来，我就跟他说，你们不觉得那个 Wait a minute, who are you？ 那个蛮有年代的吗？那个是有点久吧？对啊，那个有点久。我那天在滑 Reels 的时候有看到那个，现在已经是爷爷了，然后有一群人在猜那个爷爷是谁，然后他就有说，他有就给大家一些线索，然后我就觉得看影片，就是我觉得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知道说那个迷因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他原本是怎样，不重要的 ，it's not important 哦。重点是他带给我们那个情怀。虽然说我这个年纪讲这句话好像有点怪，但是就是对，重点就是他，重点还是他带给我们的情怀。就是天哪，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的妈呀！有那么严重吗？你才几岁17歳です。等等，那你知道那个 Charlie Beat Me 吗 ？Charlie Beat Me。Charlie 那个 OK， 你看这才叫老。等等，你知道吗？有，应该说我没有太就是你没有参与到那个年代。对，我没有参与到那个年代，可是我是知道，就跟一些，就像我没有参与到曾沛慈、林宥嘉比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可是我知道他们的歌，这样知道的时候已经是考古了。年轻人啊，少年人都安尼啦哈。对，有人问那端午节那个拿啦，这个包包你就拿着一下，这个你知道吗？不知道。这不知道啊。可是我觉得很有趣。OK， 光是听到片段就觉得很好。等等，那还有什么？健身中医关心你的一句心经片。这个你知道？空八空有空，这个有点老吧？可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电视儿童，我印象中我在看电视的时候还会就是看到这个广告，而且他后来好像有就是你知道翻拍。他好像后来有拆伙，有在拍。对，可能这个产品卖的不错，让他们觉得解约之后还可以继续运作，然后他们就拍了一个新的，所以我的脑袋里面有新的版本跟旧的版本。对，那你知道他有被拿去做 Mad 做成那个砰砰砰吗？我知道。你知道的太多了。我知道不要用那么多网路。今天网络用的更多。对，好，那砰砰砰也是有点老的歌有10几年吗？可是，我猜大概9到12年之间吗？猜错了，2011年，15年前。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那时候2岁。可是，呀，因为冷知识，左左右右其实跟我差大概1岁2岁而已。呀，所以时候我们大班、中班表演的就是曲目，有点被左左右右他们给左右了吗？对，对，给左右了。我讲话好烦哦。讲话了，但就是就是想要跟那边的风潮，可是其实应该说年代出来，如果以幼稚园要表演的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其实是差不多的。你那个时候是说幼稚园，
想怎样？后来有被改啊，后来被改叫幼儿园，但我也比较习惯讲幼稚园。没错，就是我都会统称那个地方，就是给你一个环境，吃饱睡，睡饱吃的地方。不是，不然你对真的好快乐。你对幼稚园小朋友还有什么要求？就是要怎么讲？我觉得讲这个好离题，就是我觉得现体制的幼儿园可能还是有很多需要在改进的点，不管是对于老师还是学生还是小朋友。可是我觉得设定所谓的大肌肉时间跟小肌肉时间这件事情蛮有必要的。你是对幼教也略有研究吗？我姐姐是读幼保的。没错，好酷哦，好酷哦。没错，不是亲姐姐啦，是姑姑的女儿叫堂姐嘛。这是对，应该是。这是自学生对体制内教育的批判吗？呀，好，换个话题。换个。对不对？有人说幼稚园要背唐诗，还要吹直笛，真的假的？要背唐诗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幼稚园是怎么讲？那个东西其实叫做启蒙教具，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很像真实物品的玩具，比如说木琴，比如说直笛，比如说鼓。那它会让你去摸，就很像小朋友抓周会看到的东西，只是它是可以被使用的。对，探索这个世界。有点像是怎么讲？我觉得其实那个蛮像选修课的。OK， 可以理解。就对什么有兴趣就去玩什么，是吗？没错。人生就是一种大型选修课。确实好会讲话，谢谢。好会讲话 ，Oh my god！ 等等，那唐诗呢？幼稚园背唐诗要干嘛？背了也不知道意思吧？我觉得更多是加强小朋友对于文字的印象，就是我其实有跟我姐姐讨论过这件事情。那包含像是我们那时候会看什么《论语》，然后《唐诗三百首》，甚至我们那时候会看什么古人经典。其实他没有太过于研读到所谓教材的选择这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强化小朋友对文字的印象，就是不知道就是聊天室有没有就是家里已经有小朋友了，或者是就是有弟弟妹妹的。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对于事情的，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小朋友就是3到5岁的小朋友就跟柴犬一样，你跟他讲话，他会听，但不一定会照着你说的话做。所以我觉得某方面就是背唐诗这件事情是加强小朋友，就是老师这么念，课本这么写，那我这么背，然后我就会得到夸赞。那就会变成说，在小朋友的脑袋里面就会形成做这件事情是一个正面的那个嘛，正面的怎么讲？强，就是小朋友就是强化增强，要怎么讲？就是有个奖励机制嘛。对，奖励机制，大概是这样，就是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背唐诗什么的还是蛮有必要的，而且我就觉得蛮亚洲思维的嘛。你现在不背，你上小学之后还是要背啊。亚洲家长还是要背。好，小时候你有被要求要弹钢琴吗？我说我本人吗？好，就以你本人好了。我小时候没有被要求要学乐器，可是我爸爸很要求我，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你就持续的去做。好赞哦！对，没错。要怎么讲？我觉得我爸爸蛮努力的，就是他现在应该有在看，我多讲一点他的好话。好，快点，快点。我觉得，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理工男，完全理工男脑袋，但是他结了婚，有了小孩之后，他就变成一个超级女儿奴，就是他会为了小朋友去。应该说，为了我去做很多的了解，包含像是看书，包含像是去就是讨教身边的朋友这件事情。那蛮明显的就是，我爸爸对外人和对我的就是
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从小就被教导说，你喜欢一件事情，不用管它，就是未来怎么样，就是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因为搞不好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变得不一样。这样的爸爸很好，没错，我也觉得我爸爸很好。太好了，我爸爸还好。呀，好不会聊天，好不会聊天。不过我觉得我相信不容易耶。但是我相信，不管是怎么样的家长，他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小朋友。那不管是小朋友长大之后变成就是社会上的一部分，或者是他自己人生的，就是真正可以掌握自己人生的那个人的时候，他父母的想法一定会受到，就是应该说小朋友一定会受父母的影响，这是必然的。那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影响的好坏，他就是应该说，有时候爸爸妈妈带给你的好习惯或坏习惯，好影响或坏影响，都不能就是很彻底的决定说你这个人就是要怎么样怎样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要怎么讲，你爸妈给你一只可以钓到 SSR 等级的鱼，你不一定只能钓到 SSR 等级。对，你可能可以钓到更厉害的鱼，甚至你根本钓到的不是鱼，钓到一只美人鱼之类的。I don't know。钓到美人鱼要干嘛呢？就是抓他来唱歌。你跟我想的一样。天哪！奴役他，给我录音。你可以帮我录就合适吗？好欸，好方便哦。不行欸，我的但也要给他吃饭呢。美人鱼都吃什么啊？海藻嘛。海藻嘛，海苔、海带。海苔，他们吃意大利面吗？为什么这么具体？意大利面为什么？不是，就是你以前看小美人鱼，不是会看到艾丽儿拿叉子梳头发吗？那代表说他有接触到需要用叉子吃的食物吗？不对吧？代表他绝对误会叉子的用途吧？好像也是。好恐怖！有人说，当然是要吃掉美人鱼的肉，吃了会长生，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有这个说法哦。可是我是吸血鬼，我本来就长生了。好吧，辛苦了。不太需要。感觉要看尽很多沧桑。然后最后，这世界流浪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心爱的人都就是不记得我了。这不是常见的那种长生种的剧情吗？我虽然有双马尾，但是不是白色的，也不是精灵。好。长生种也不是只有那么少数角色吧？我想说讲一个大家都知道啦。啊，确实，那个公视台语台有出台语配音版的，大家可以去看。没错。其实我们是有访纲的。要离题到什么时候 ？Oh my god！ 没事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总是会有偏离主线的时候。确实。呀！请问你平常时伫厝，你敢会讲台语啊？因为我即马就是一个人伫市区咧读册咧工课，但是我转去我爸爸遐的时阵会就是会讲一丝丝啊，就是就简单的迄种。所以伫市区袂讲台语。但是我是介意听台语的，所以拢有看我的台，得下机器，免客气，免客气。什么？今天原来有正题？有啦，原来有反纲，有因为我们很爱聊天，就这样。刚刚是那个，可能有人还没到，我们先那帮大家那个，对啊，暖场，没错，拖延一下，你们误会我们的啦，讨厌。对啊，我们用心良苦呢。我突然发现，我们都有腮红，而且颜色还蛮接近的。真的。怎么会这样？我也蛮接近，对啊。怎么会这样？天啊！耶！所以你就敢若伫厝年的时阵，较会讲台语。伫其他的所在较无。
就是要那个，就是我的朋友会晓讲台语，讲甲会当交流的，其实就少。但是我爸爸甲我姑姑讲话拢是讲台语较济。我是伫搁住伫我爸爸遐的时阵，常常咧听，所以我会晓讲一点点话，但是就是一点点话无法度讲甲就认同，还是讲甲就博大精深。做韩文的对。有时候直接翻不知道，就换一个说法，给大家参考。没错。对呢，应该足侪人拢是安尼，就是，就算你伫厝呢会晓讲，毋过你的同事啊，还是你要去买物件，你拄着的人啊，因就是袂晓讲的时阵，你就真正较无机会讲。对啊，像阿莲讲的，伫学校讲台语，足侪同学拢听无，平常时拢讲台语足无关系，对啊，真正会安尼。毋过我知影有的人，伊就是刁工，就是虽然伊拄着的足侪人拢可能袂主动讲啦，毋过其实可能听有，有的人就会刁工，就会继续讲。像我做工课的时阵，我就拄着人客，伊就是拢来买物件，伊就是全部拢讲台语的，嘿。真的哦。对啊，我的同事拢用华语甲伊回甲伊印啊。我看到伊这，我就想讲这。共国的，这甲我共款的，拢是有想要关心台语的，所以我逐摆拄着伊，我拢足欢喜的，我拢会甲伊讲台语。就是要那个我可能我草地人，就是我大汉的所在，其实就是有足侪人咧讲台语。可能老岁仔较侪，但是就是伫市区咧拍片咧读册的时阵，就是无人常常的咧讲台语，就是要安怎讲？我觉得少了一点乡下小孩长大的熟悉感。我爸听到我讲这个应该会很感动，因为其实我私底下有跟他说，我觉得我最近台语我讲较侪，因为会借关系，然后他就说真的哦，那样呢，我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为我的朋友感到骄傲，所以你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我还在努力。刚那句好难听，又走音。呀！不要听，大家耳朵暂时聋了大概2秒。刚那句不要听，补聋一下。聋一下。呀，我们讲到哪里？我讲到哪里？讲到平常会不会说台语？哇，你讲草地人草地人就是真卡囡仔的意思。真卡囡仔这个我是看柯肖老师的 podcast 学到啊。原来是安尼。因为前几天有人投棉花糖，有人投一粒棉花糖，问讲台语的开口，讲啥物好做讲台语有开口。我拄好就有讲到，我回答的时阵，我拄好就讲到，我感觉有2种赞处，有2个层次。头一个是你发音足正确的，这是头一站。毋过有第2站，就是你咧用词的时阵，你的遣词用字，有的词就是听到就会讲，你这会晓讲。草地人就是假笑加鸟鼠仔笑。鸟鼠仔笑听起来就是有咧讲。对啊，无毋对。头拄仔迄草地人嘛是听到这会晓讲诶。这会晓讲诶。无真正无。结果你是看柯肖老师学来诶。无毋对。对啊。柯肖老师赞嘿。大家若是平常时无机会甲厝内人讲，有时就是加看，你嘛是会加学到啊。无毋对。嘿啊。太好了，这个我想要用中文讲，就是我其实觉得台湾人的语言学习能力都不差，
尤其是我们在一个我就学的时候是就是政府教育部蛮激进的来推，就是本土语跟第二外语、第三外语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上下大概10到20岁的人，不管是青壮年还是青年，他的语言能力都不差，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想学一门语言的话，可以用就是听 podcast、看影片、听歌这些，就是要怎么讲，不痛苦、成本又低的管道去练习。的确，其实台湾人的语言能力其实真的很强就是对，有蛮多可能欧美的观光客啊来买东西来干嘛都讲英语，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台湾人都有办法用英语回，其实很厉害。没错，没错。日本客人来，就算你不会用英文，你也会跟他说我不会用英文，然后用英文讲。对对对，或是可以用那个其他方式，那个还是可以完成沟通，其实很厉害啦。对啊，对啊，台湾人也是在靠主心对自己有点信心，真的。真的。没错。不过突然想到，就是，但你其实是自学生，对不对？没错。你是从哪个阶段开始自学的算一下，我是去年11月下旬休学的，然后我其实就是我的就学经历还蛮坎坷，就是要怎么讲？因为原生环境加上之前的校园经历的关系，我其实没有办法太克服我对于学校的一些恐惧。那我其实有想过换个环境，然后换了不同体制，但是就是还是蛮没有办法适应的。那我跟梦爸就是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况下，然后就决定说好就自学这样子。所以真正自学应该还没有满1年，但是整个时间段没有满1年，但是你要说兜兜转转摸索学习的管道跟学习的体制的话，其实应该有2年的。有先做功课，然后才就是转成这个。OK。我很好奇耶，就是那大家如果在学校上课的话，不是会有期中考、期末考吗？那自学也会有这种定期的考试的压力吗？你的原本的学制是怎么样？像是，如果你是高中生的话，其实就还好，你就是把学科读好，然后读一点点你想要为你的大学铺路的术科。但是如果你是高职生的话，就会有2个东西，一个叫做政教压力，一个叫做教育部的那叫什么学历测验检定。那这2个东西每年都会办，每年都有，没有错。可是你要自己去抓档期读书，跟抓档期去考试。所以你要说有没有类似像期中考、期末考这种东西，你要说完全照搬这个考试模式的话，没有。但是要比喻的话，就很像是我们的期中考跟期末考的读书期被拉很长，我们可能拉到1年、拉到半年，甚至2年都有可能。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样做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就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状况来讲，我是利大于弊的。没错。有时候也是适不适合吗？我觉得适不适合，就是那是另外一个就是层次，主要是你自己学习的模式有没有办法卡上那个考检定的时间。对。我觉得这个比适不适合还要来得棘手。规划的能力吗？自律？对对，我觉得不要说自律，我觉得说自律有一点太强人所难了，毕竟人都会有惰性。真的。我觉得要讲的比较像是你对于自己的进度的把握，就是以前不是都会有。就是要怎么讲？以前不是都会有，就是期中考前2个礼拜的时候，好，我今天第1章英文第1章跟第
2章要读完。那因为有期中考的这个压力，所以你会很自觉的去分配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很令人头痛的是，当今天你的这个考试被准备期拉得很长，你要读的东西变多，你就会有那种所以我接下来要干嘛？所以如果身边有想要自学，或者是你自己就是想要转换跑道自学，或者是帮家里的就是亲戚朋友就是做功课的话，你记得要好好的写读书计划这东西，我真的是拜托你们，真是是要先准备计划给谁看过吗？因为我是完全自学，就是没有跟教育部合作，也没有跟学校合作的。那就是如果你要去跟教育部就是提出说我要自学，我要申请补助的话，它是会有很明确的东西需要准备，比如说你要自学什么，然后你自学的目标跟你自学的过程，你大概会就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些都算是人之常情，毕竟就是你知道嘛，流程还是要走。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他们会需要你请有教师执照的教育者。那其实我觉得以我们讲一般的台湾家庭的平均值来讲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补助并不能就是补上就是你的学科要找有教育执照的教育者这件事情，真的是感觉很贵呢，很贵。所以我就干脆自己读了。有人说印象中自学也可以组小团体一起申请，所以没错，但这样就可以分担。应该说一个企划归一个企划，那你申请的模式变成说我们是一个团体去申请这个方案，可是它的补助就不会变成说直接补到你的就是个人身上。比如说我今天跟火蛇一起自学，那我们两个就是一个自学小组，然后我们两个去申请了这个企划，应该说申请了这个东西，那它分发下来的补助就会是比如说5000块好，就会是一个人2500，但是他还是需要每一个人有1对1的老师，所以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保障你们是应该说教育部那边的方针是他们没有办法保障你们24应该说学习的时间都会待在一起，所以他们还是偏向于说我要你们都各有一个导师，比较容易过这样子。了解。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强人所难。实务上觉得有点困难，就对。原来如此。但是如果你有那个预算，然后你也觉得没有关系的话，其实蛮推荐去申请那个补助方案的，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就是你读相关科系的艺文活动，或者是教育部的活动会让你去参加，或者是你就会有那个优先权，就有那个优先的门票去。所以就是如果有预算的话，其实蛮推荐可以试试看。那没有预算的话，我们也不要勉强自己好吗？没有预算的话也没有办法哦，这样子吗？也没有办法哦。好残酷，但是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哦，这就是人生嘛，总会有预算不够的时候。没错。好。那我很好奇这个自律的部分啊，你会帮自己设定课表吗？或是某种固定的进度？要说详细到课表那倒不至于，可是我会应该说我切割我自己读书的东西的时候，通常是以一个月和一个礼拜来计算。比如说这个礼拜是英文周，那我就会这一个礼拜都读英文。自学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坐在课桌前面8个小时，你也不用参加什么晚自习、补习、写评量都不用，你就是把你要读的东西读好就好。
这个也会有延伸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进度要怎么抓？就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考试进度的那边。那为了赶上每年的考试进度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如果我想要做的事情，应该说我需要做的事情，我不现在去做，我觉得拖很久。我就是一个如此软烂的人，软烂吗？所以我就会，比如说我设定那一个礼拜是就是英文周好了，那我今天就是要把7000单字背多少，我这个礼拜就是把7000单字的第几章背多少多少，那我就会写一张东西，然后在那边写说我这个礼拜有什么必要做的。我指的必要做的是，我可能要去邮局领我的印章，我可能这个礼拜哪一天就是打工的时数会比较多，或者是我哪一天要去运动，要去游泳，要开台这件事情，把它写起来之后，然后再画一个礼拜的表格，然后写说好，我今天比如说我读4个小时好了，我哪一天到哪一天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写在那个框框里面，然后可以预计多少。那预计多少跟实做多少还是会有差异的。我可能会因为各种突发状况没有办法好好的读完那一个区块，比如说可能今天有朋友临时揪我出去，那我其实就是由于我脸皮很薄又很喜欢我的朋友们，所以其实基本上有人揪我是不会拒绝的。对，不会拒绝的。所以可能我因为出去了这2个小时，然后没有读好这东西，那也没关系。所以我通常不会一个礼拜都写好这个时间段，会留最后一天补前面的进度。但当然有时候那个东西不需要，就是那个就是补进度的这一天不需要，我就会拿来休息。有留缓冲就对了。没错。原来如此。自律真的是最大的课题，不管在哪里都。没错。有时候大家也不要太强迫自己啦，就是好。我们都经历过赶 deadline 的那个很可怕的时期，但我们还会仍然坚定的选择下次拖到这个时间，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做得到，我相信我可以。既然你做得到，你就不要太苛责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提早完成。你的这个听起来很像是，反正到时候拖到 deadline 也还是可以挤出来，好像不是这样。是这样吗？我很信赖明天的自己，那今天就随随便便。有人说旁边是火蛇的姐姐还是妹妹嘛？你猜呀？你猜呀？人家那么年轻，叫她姐姐就太过分了吧？我其实没有特别讨厌这件事情，但是我被叫妹妹我很开心。好，太好了，怎样都开心嘛。那很不错，那很不错。像我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小朋友叫我叔叔，我就不开心了。很没礼貌怎么教小孩的？你的称谓，小朋友那个可以讲出来的称谓的选项里面，从来就不应该要有叔叔跟阿姨，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教他这2个称谓，只有姐姐跟哥哥。对啊，遇到了火车哥哥，对吗？你要叫我叔叔也是有点过分哦。再想一下，没有那个意思，没有干嘛？拍谁？干嘛？没有啦。那你觉得自学有哪些地方就是比普通的上学更讲普通对吗？就是比一般的体制内的上学，对，有什么更有挑战性的地方吗？更有挑战性的地方啊，就是你要懂得善用资源这件事情。你自学，你难免就会遇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孟娜就是一个数学非常不好的人。我题外话一个，因为孟娜的爸爸是工程师，他的数学好到一个就是我会害怕的程度，所以我一直以来对于我数学不好这件事情超愧疚的。自己也没办法吧，这个又不会直接遗传。我曾经我要爆我自己的料，刚好我爸也在听，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就是我有曾经小6的时候数学考得超级差，然后我就走到就是我们家我之前是睡小阁楼，就是3楼的小阁楼，就是对我来说小小的空间比较有安全感，所以我就睡那边。然后我就
爸爸不出门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那天我就到家，然后坐在书桌前面看着那张考卷，我就开始哭。考得那么差，对不起，我爸爸，我怎么跟他讲？虽然说他不会怎么样，可是我就开始哭。好，那叫什么？好有责任感。有责任感吗？可是有责任感应该会把它学到会吧？可是我做不到，无理带哟，无理带哟。对自己好严格。有人说拜拜要去补习，谢谢你来看我们辛苦了，补习加油。对，补习加油。然后讲回到就是有什么需要挑战的点，我觉得你要善用身边的资源，人脉资源也好，网络资源也好，甚至图书馆资源也好，书籍资源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自己找到答案或者是方法的地方，你都要好好的去。我觉得讲知道怎么用有一点太前端，我觉得要熟悉怎么用，因为很多事情就是你不去找答案，在没有人可以教你的情况下，真的没有，你真的没有机会可以学会。然后可能因为这个机会，可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学会，你就错失掉了很多机会。然后我觉得勇敢就是对于比较内向的人来讲，勇敢的去提问也蛮重要的。就是露娜身为一个就是我不太喜欢麻烦大人的人，所以基本上自学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去完成的。就是我记得很大的就是给我的成就感嘛，就是我跟很多公家单位通电话，就是好酷哦。报名检定的也好，处理自学的也好，然后线上课程的公关也好，我觉得就是手机有没有账 Whoscall，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要办手机的时候，我跟梦爸的手机是一起办的，所以我们两个手机都有装 Whoscall， 然后就会常常会有那种是不是高雄市讲错没关系，高雄市教育部什么分机，然后套出来，然后就觉得说要接嘛，可是不接好像也不行。是强迫训练，一直接电话，不能怕。不知道会有那个情况的，可是你看到那个字，然后想起来，他就说：“喂，你好，这里高雄教育部的某某某分部，我是谁谁谁，必姓谁，必姓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会有压力吧？我真的有办法 handle 吗？总之就是需要勇气，对，被迫变得很会跟大人讲电话。对。我一开始就是虽然有点无关啦，但是我觉得很多怎么说，其实大家信不信随便哈，我也是 I 人，对，但其实对，就是 I 人不代表不代表没有社交能力，不代表没办法聊天，不一样，对，但是就是一开始要参加联动，或者是跟其他大 V VTuber 联动，一开始我也是会怕，但真的是多做很多次，可能不能说多做几次，就是多做很多次之后，就还是会变得很熟练啦。对，真的会学到。你不想会也得会。对，没错。对，但你这个是逃得一根线的，这个你不接真的不行哎。你买冰淇淋都吃到一半，你不可能现在把它丢掉，浪费钱也浪费制作这支冰淇淋的人。是这样没错。好酷哦！所以你现在已经变得很擅长接电话了吗？要说擅长也没有，只是我熟悉这件事情。就是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跟朋友打电话会跟我爸打电话会咿咿哦哦的人，超吵。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以前的自己。我觉得是我太塞奶了，跟朋友打电话，好可惜，我可以不要模仿吗？我不要模仿，你们原谅我好不好？我没有要，可以不要，不会逼你。就是打电话起来就是讲一些很塞奶的。很塞奶的语气，很塞奶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回想，我觉得天哪，这些人怎么有办法跟我当朋友啊？老了，就是会觉得以前自己怎么这样啊？这跟不知道大家，因为我活在有 Facebook 的
的 Facebook 刚出来的时间，但是我的哥哥姐姐就是不管是表哥可能没有，表哥表姐都是活在有无名小站的时代。然后之前不是有那个无名小站的破解的那个密钥吗？我没有听过无名小站。好，你没有听过没关系，因为那个也是我姐姐。听再来讲，你应该也要叫姐姐。对，应该吧，我不晓得。然后就是家族聚餐还是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个电脑前面，然后一起看到一些就是很难想象，在我面前亭亭玉立生了2个孩子，然后2个孩子都被教育得很好，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上国中了，然后一个要上小学5年级了，然后竟然会发出这种文，然后我就觉得。好，我再也不要打开我 Facebook 的回顾页面，再也不要。Facebook 它就是会过几年就会提醒你说，这里有你的黑历史哦，要不要看啊？太痛苦了，有人都想听你自己决定，因为钱是进我口袋，你自己决定。没关系，老样子，请我吃豆花。好，30块。就是可能电话接起来，我那个朋友我都会叫他名字好像不太好，叫他一个给他一个代称，豆花。叫他比较好，我叫水桶好了。好。有人说：“喂，水桶，你在干嘛？你是不是在偷吃什么东西？”他就开始后悔了。头都已经洗落啊。然后就会有那种那朋友是女生，然后就说不，你是不是没有想我？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不拍给我看？你眼里是不是没有我？不要离开我，我看到了。有人说很可爱，我觉得这其实还蛮适合拍秀子的，感觉蛮好笑的。好啦。有人还叫你用这个声音开台，怎么这样？叫他们要抖内啊，叫他们就是抖多少，然后你就是就是几分钟可以用这个声音这样子。有人买之后开就是云端拍立得，有人买5张拍立得，我就用这个声音开台。大家听到咯。想要福利就是要缴钱啊，各位。对，然后5张拍立得会有就是特点小卡，对，就是赚来了，你有6张木娜的大头，还有就是这个声音，我是不知道赚在哪里，但是你们很开心，就这样吧。你有拿到钱应该也是可以啦，可以啦。可以。5张会不会有点廉价？5张很廉价吗？我觉得他们出得起，可以再加。得加钱，你看他们自己都说得加钱。好，没关系，你可以我觉得定价超难，我一直都觉得定价超难。我就是我有就是合作的伙伴，就是他们叫残响，然后他们是一个老师配，就是一个舞蹈老师配一个就是学生，然后做成限定团体出道。他们的价目表上面有个东西超酷，它300块，然后上面写说我能做。那个人，那个偶像能做到任何事情，括号能力范围并且合法内。然后我觉得哇，好酷，我也要开，我也要开。你说价目表上有这个项目是吗？对，超酷。那价目表是我做的，然后我就说你们那时候你们想要放什么东西吗？他就说宝宝，我们可以放，我想要放这个还有这个，然后我就说Wait a minute 好老。所以就是能力范围包含去读硕士这种吗？去读硕士，或是去学吞火？学吞火，我觉得讨价，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应该会讨价还价。可以这样吗？我现在才17岁，硕士有点太远了。大学可以吗？我不会吞火我会吼腔可以吗？我吼20秒给你听。吞火跟吼腔有点不同技能组刚刚的高音好像迷音原片，谢谢。有很像，有被夸奖到，很开心。可以参加迷音模仿大赛，谁来办一下？好像不错好像不错不要看我是不会办的。
好，好，到底是怎么聊到这的？聊天就是这样嘛。口腔也太酷，谢谢。对啊，口腔是真的很酷，我都没机会学。你都没机会学，我可以教你啊。这么好，总觉得我有一天会用得到当然咯，我跟你讲，我口腔的时候就是，我知道这个是一个不良的示范，我也知道这个很危险，就是我其实会在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自己外面在走路的时候听歌，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有绝对的防御我自己的就是手段啊，口腔是其中一个。我就问你在路上发出一个超可怕的，可能拿什么做比喻比较好，很像摩托车发动的声音，然后更加沧桑、更加低频、更加大的你会敢对这个人做什么吗？如果你敢对这个人做什么的话，我必须得说就是癖好这件事情啊，癖好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锁死的，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你的癖好就是伤害其他人。确实，这本来就不可以。认识的人会觉得很酷，路人会吓，我也觉得路人会吓到我也觉得路人会吓到我也觉得路人会吓到。对，只是听到路上有人在吼，好酷听到好可怕他一定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喝醉。好啊，我喝醉不会讲话，只会吼腔不会讲话。我有不小心喝醉过，但是我喝醉的时候超级安静的，不会讲话，跟我生气的时候一样。好，我们还是回到访纲吧。好的，那我们来聊聊地下偶像吧。没问题。我跟偶像非常的不熟，请问那个地下偶像跟一般偶像有什么差别呢？地下偶像，我之前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篇，就是我一度认为他是反串，就是他说台湾应该已经不存在地下偶像或者是地下乐团这种称呼，因为在人人都可以出道被公司签约的情况下，应该不太会有所谓的地下这个名词，应该存在于30-40年的台湾吧。然后我又觉得说，我其实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是反串，可是我认真划了一下好像不是，所以我就什么都没有讲的划掉了。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地下偶像之所以会被称为地下偶像，我自己的见解是有一部分这个文化很小众，那它还没有可以足够被支撑走向主流市场这件事情，让它足以被作为地下偶像或地下乐团。那也有地下，就有所谓的地上坡这件事情。地上坡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AKB。台湾大家比较熟知，或者是有一些铺店，他们想要走女团路线，他们会想要去参加一些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电视媒体或者是新闻媒体的采访，这个比较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上坡。然后台湾目前的话，追偶像的大家，就是如果有特别，就是也不用说特别，就是稍微关注日本地下偶像圈的话，应该会知道有一个团叫做 ILIFE。那 ILIFE 他们就是我入坑，应该说我成为偶像，然后开始了解偶像事业之后，第一个就是从地下偶像走上地上坡的偶像团体，就是可能我好了解的也比较少，就是印象里面就是真的只有这一个。台湾的话，我好像没有印象。有人提到那个 TPE 吗？没错，他们是完全的就是 AKB 他们的分支，台湾分支。对，然后我之前就是某一家铺店的推有在里面，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就是在 TP 出道的时候，我超级为他开心，但是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TP 出道，它其实是要有一个，不管是不是全名，但是它要看起来像是真名的名字。然后那个时候有特别跟，就是因为已经从推变成朋友了嘛，聊到这件事情，我就说，所以的名字是你真的名字吗？他就说，对啊，我直接痛失艺名是这样子哦，讲话也太好笑，痛失艺名。他说我直接痛失艺名，你知道没有人在叫我，就是大家帮我取了绰号，但都叫我的本名，我就觉得好可怕，好像有千千万万个妈妈在看，好像有千千万万个我妈在看我表演，有点紧张，我觉得很好笑。哦，是因为叫全名会想到妈妈吗？好有压力哦，怎么好？你这样子。因为他跟他妈妈感情很好的，只是他妈妈很喜欢叫他全名。然后他说：“那你这样子很亲切，因为他也是北漂青年，他也是北上去追梦。因为他的家乡一样跟我在南部。他说那你觉得他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喊你的名字跟你妈妈喊你的名字有什么差吗？”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有个口音差。”好细致哦。然后他就说，然后还有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妈妈通常叫人不是都要吃饭或是做了什么事情嘛？他就说每次听到就是妈妈喊我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要吃饭或是要打扫，还是我衣服没洗。可是听到他们喊我，有一种要去做事的感觉吗？有一种我的存在。好像带了一丝乡土思念的感觉。好，这就是言灵吗？对，背后承载的意思。可能这个也可以是一种言灵。原来是这样，太好了。后面大家也会用爱称呼唤吧？我希望他可以就是拿回自己的艺名，好，把艺名捡回来。把艺名捡回来，好可怜，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所以地下偶像不一定是表演场地在地下的意思。其实有蛮多表演场地很舒服的，都是在地上的。但是你要说在这些很好的场地被地下偶像使用之前的话，我知道在台北有一间，就是我就不讲名字，但是就是大家能通灵的就通到啊！我没有讲，就是有一间由自来水厂改建成的音乐展场空间，好难通灵哦，好难通灵哦。就是我之前有去那边打工过，然后我那个时候好像在那边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回到高雄，跟我最亲爱的、最敬爱的，就是歌唱老师肯尼老师上课。他就说：“你知道他以前是自来水厂这件事情吗？”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知道他其实管线没有处理好吗？”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你在里面待了多久啊？我之前都演完就走然后我说：“我在里面待了13个小时。”好恐怖哦！我13个小时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所以他管线是还有在使用，还是？应该说那时候我不确定，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听到比例比较多的是，在结束使用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处理，就会变成说，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有点可怕的是，大家都知道 PA 台或者是灯控不便宜。音响不便宜，那如果那个管线就是不小心碰到的话，那就是这个遇水则发。好，我们祝那间场馆发大财。哇哩嘞！哇哩嘞！哇哩嘞！知道太多了。对啊，我觉得应该有人知道我在讲哪一间，就是。不会啦，毕竟很难通灵，应该是不会啦。好难通灵哦！好难哦，好难哦，好难哦。那为什么会选择成为地下偶像呢？我觉得先讲一个前缀好，就是我觉得在看偶像的时候，不只是就是应该说，
我觉得欧他们都是一个挑选偶像的角色。我们需要名词解释吗？欧他是otaku的意思，就是看地下偶像的人，我们会简称为欧他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很认真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跟朋友还有朋友有在做营运的，组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那从工作室毕业之后，就是我有很认真的思考过，要不要成为所谓的主流偶像，就是地上坡偶像这件事情。所以你本来是做地下偶像的幕后营运吗？对，没错，是做营运先做营运。对，先做营运，然后觉得我好像也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结果就是哇，一试不知道，试了不得了，我超爱这件事情。好酷哦！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成为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好，讲回来，就是我其实很认真的想过要不要去投就是 AKB 的甄选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说，就是如果我可以成为被大家看着的偶像，我更希望我跟我的粉丝跟欧他之间有更多的联系，不是只是演完然后悟饭交流完就离开了。我想要再没有条列限制一点，因为要怎么讲？我觉得地下偶像你能做到的就是应该说自营的地下偶像，你什么都自己来，所以很苦，但是你也有很多可以表达的，不管是歌曲也好，不管是表演也好，不管是你的想法也好。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的想过，如果一定要成为，就是应该说我抱着一定要成为偶像的决心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想要成为一个可以自由的传达我的想法、我的爱、我的 everything 的角色，所以我才决定成为地下偶像。我现在真的很想要，就是轻轻的给就是过去的自己一巴掌。为什么选这个？你知道很苦啊，但是因为轻轻的，是因为我也没有后悔，就是我完全没有后悔成为偶像这件事情，只是，哎呀，苦啊！好有共鸣哦。就是其实我也是有投过，没有偶像没有对，但是我有投过那个就是企业式 VTuber 的甄选。对啊，一部分是因为没上啦，一部分是因为没有人要我，但是后来想一想，就是觉得，就当然就是企业式的话，肯定资源会比较多，这是一定的。对，做起来可能有很多就是个人是很辛苦的部分，就是不用自己在那边辛苦。对，但是后来想一想，我现在就是觉得，毕竟我想做的事情，应该那个主流企业是为了赚钱，应该也不会很想要旗下艺人一直做，比如说什么全台语节目，谁要看？哪来的钱？对，所以我后来就想一想，好啦，我觉得我其实也不是很适合，就是去投主流企业式，所以目前也是完全没有想要再投了。对，就觉得好啦，就我现在就是地下 VTuber， 地下 VTuber， 对，对啊，就是不受那个企业式的一些限制，可能你的就是当然比较辛苦，但是一部分就是你比较能决定自己想要传达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这点你刚刚讲到，让我觉得非常有共鸣啊！火蛇要当偶像，大家，台湾的男性地下偶像其实很少哦。感觉很难做哦，会赢哦，感觉很难做哦，不要哦，已经快死了，不要这样。有人要赞助再说啦，好不好？虚拟偶像可以吗 ？VTuber。我问你哦，如果有人赞助你做专辑的钱、做原创曲的钱、好啊、做主吹场的钱，好啊、你会愿意想要做这件事吗？好啊。你要出多少？你要出多少？出够多一定好啊。我算一下，保守估计大概要个90万、70-80万左右。如果以最低成本去算的话，大概是70-80万左右。我也觉得差不多欸。对啊，差不多。对啊，我知道有些 VTuber 想要自己做专辑，就是会自己很认真的去筹备一个募资，但是好累哦，可以直接拿90万塞给我叫我做吗？我可以不要自己筹备募资吗？就是没有到很特别执着想要做一个专辑，所以没有那个动力。天哪，这可以这样讲吗？公关危机大言上。公关危机。丢灰些，
可是我觉得专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你有做会死，不做就不会死。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特别想要，就是要怎么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 VTuber 来讲可有可无的东西。对于偶像，我觉得对于某些团体来讲是必需品，可是，在桃园梦它这里不是，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梦想。可是这个梦想基于理想上面有没有100%必要被实现？好像没有，就是没有那个钱就不要圆那个梦，但有人给我钱我 OK。OK 哦。对啊，但是不要这个抖内90万我会吓到。会祝你生活充满 love 是90万吗？有人抖内80块，谢谢。谢谢。谁？陈奥提斯火贝格蛇的狗？谁？大家跟他 cam 这个满级，好，对，跟80万只差1个万，太好了，获得了80块。太好了，太好了，可以吃2又2又2/3碗豆花。太棒了！几十年前的豆花，现在应该没有这个价格。太好了。谁呀？好可疑，好难通灵哦。谁呀？好难通，谁啊？谁啊？当那个谁兽哦，谁啊？这是谁啊？请问那个地下偶像会遇到谁兽吗？会有这么没礼貌的观众吗？超多，真的假的？你说在现场哦，还是在那个社群媒体的留言？Media 上面超多谁兽，比如说，有可能台湾比较大势的偶像团体，然后他们的影片被丢上去，可能不是欧他丢的，可能是路过的。就是民众录一段讲，然后觉得哇好酷哦，然后丢上 Threads， 然后就会有人说这谁啊？你说这谁啊？有很红吗？啊，你又是谁？啊，你又是谁？你又是谁？啊！天哪，这个我超生气。还有我还有看到一个很生气的，就是前几天昨天有一个新的团体初登场，然后他们的实力。以初登场，我觉得不要以初登场来讲，以办一个活动来讲，他们的实力跟他们的，应该说看得出来烧了很多钱，烧了很多心血，烧了很多爱在做。然后有些人就会拿团体跟团体之间去比较，我会觉得这个也是超没礼貌，偏搞，就是偏搞，就是我觉得比较不是坏事，可是。你直接讲出名字这件事情，超级让人反感。我觉得偶像本人还好，可是观众或者是其他偶像会看得非常生气。我说的是非常生气哦，就真的很没礼貌。没错。对呀，这个感觉到处都有哎，到处都有啊，网络上超多的，在做艺文相关的特别容易遇到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学礼貌。对，请大家加油啊！你给我下，我要很呛哦，我要讲话很难听。这个要加钱。你国校老师没有教你礼貌怎么写吗？还是你不会读这2个字？你不会读这2个字，那你真的是可以滚回去小学。这个要收钱。这个要收钱，这个不用收钱吧？这个还要收钱，这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奖励，对不对？对吧？就说要收钱，商业头脑。好，没关系。好，下次一定收。你们开心哦，下次一定收。你们开心我就开心。我们有那个试用期，大家可以补票。谢谢听到开炮的你们不要开心。没办法哦，这就是我可以这样地图炮吗？这就是 V 圈平均观众。完蛋了啊！不过这也是奖励的一环。一点都不好，不要好。看吧，你看吧，这些人。对不起，我的错，下次不敢了。错在没收钱，下次还敢，但是要收钱。好。你看，浪费了那个赚钱机会，哎呀，看得我好心痛。哎呀，我好，哎呀，这个
我觉得梦爸一定会很疑惑，为什么这个要，为什么在收集？这的人有啥咪问题？有什么问题？还是下次梦爸来开骂倒台？我一定到，我一定到，有开一定叫我去，感觉超赞的。不要跟大家讲火蛇的会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管，我决定要讲了。会线呢？你要讲什么？你先那个梦爸开账号的事情。哦，这可以讲啊，不要讲会线内容就好。反正就是梦娜呢，就是为了就是让爸爸可以顺利的跟到 V 鹏鹏的直播，所以我有拿就是爸爸的手机登桃园梦娜这支账号，对，然后还有他自己原本的账号，那到那边都没问题。重点是火蛇就是上礼拜的会线内容，然后就是梦爸切了我的账号的火蛇的会线内容，因为爸爸自己本身的账号没有就是加入会籍这样，老人家他不太会用，所以没关系，原谅。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他结束直播之后约莫过了大概5分钟吧，我就接到爸爸的电话，我想说奇怪，这个时间应该不是在看电视，就是在睡觉，他应该不可能会打给我。还有我接起来，他就说妹妹啊，你跟我就白天嘞。他看到聊天室啊，以防有人不知道，我的会线都在骂人，很难听的那种。我就是会那个把就是一些时事，就看到一些觉得很欠骂，就是在会线骂一骂。对，然后那个有些观众比较投入，就会在聊天室一起骂。比如说我们梦娜，然后我就说你不能这样讲啊，那个火神也这样讲啊。他就说不要紧啊，男生你女生呢？完了，爸，你答应我不重男轻女的。你这样之后开骂倒台怎么办呢？我可能会先 ban 梦爸。我的混音师传了一张照片给我，我很在意。因为他直接从我的那个跳出来。没事，他没有在看直播，太好了，吓死我！你现在是有什么恐惧症吗？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就是多少会有点奶腻了。改给了哦。对。哇，这个也是可以靠啊！这是吗？可是我想要讲就是，我是感觉我讲台语的时阵，亲像其他人咧讲台语，就是我讲话的方法，甲我讲话的词，拢是敢若细汉囡仔会用的。可能很多，可能做侪少年人拢会互人安尼嫌啊，因为就较无机会讲，所以迄个听就会怪怪。对，像台语很多音都跟那个华语就是华语没有的，所以就是少讲台语就会很难发嘛，就勒音什么心的那个合嘴的那个那些对啊，那些没发好，但是其实就是听起来就是超连带，就是因为小朋友那个嘴巴肌肉还没练起来，就是会发不出来嘛，所以听起来就像超连带，像小朋友讲话。对啊，这也没法度，这就是要加讲才会进步啊。你不能要求婴儿一开始第一句讲话就超标准，做不到啦，做不到。之前有看过一个 AI 做的很丑的影片，他是小朋友，然后被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人，感觉好烦哦。我觉得比起烦更多的是惊悚，因为大家知道 AI 算影片多少，你的脸会有一点点变形，恐怖谷吗？你不应该会在小朋友的脸上看到那个轮廓可以理解，很恐怖谷，非常可怕。我觉得虽然那个 AI 有很多问题，但我觉得 AI 拿来做恐怖类型的内容，意外的蛮适合的，因为真是太恐怖了，真的。做那个美丽的那种，就可能美丽不起来，但是恐怖一定恐怖啊！一定恐怖，吓死了，真的是哇！吓到我家蟑螂都不敢恭维。那蛮恐怖，你刚刚恭维啊？要在这时候谐音梗吗？是这样吗？好，那你作为一个地下偶像，你有遇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欧塔吗？印象深刻，
我现在就是我前阵子刚活动休止之后，其实刚接表演的次数没有很多，可是我有遇到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应该说我们一开始不是因为我当偶像认识的，是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跟谁谁谁认识，就是朋友的朋友这样子，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透朋友的这个关系，他变成我的粉丝。就是我还没有出道的，他就是我的大粉丝。他很喜欢我讲话的方式，喜欢我唱歌的方式，喜欢我思维表达模式。然后就我觉得被这样喜欢很荣幸，尤其是我其实觉得我当偶像前后没有太大的差异，可是我觉得在某些人眼里，可能我当了偶像就不会是原本的姜梦娜了，所以有这么喜欢我，喜欢到2个身份都同时爱着我，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爱我一样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觉得除了特别之外，还有就是感谢他那个时候在我生日的时候转发我那个限年岁过去式的，我差点忘记我的生日标题，限年岁过去式的那个海报，然后在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打了一长串字给我，然后大家给我的 report 或者是转发或者是给我的就是小礼物，都会被我存在一个手机的相簿里面。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包含像是我现在已经8月初了嘛，距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3个月，我时不时还是会回去翻那个我的生日贴文，就是想到就是被这么多人喜爱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很幸福也很荣幸。就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我可以获得这么多人的爱，可是是粉丝们他们让我觉得就是值得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说事情可能是我不当偶像我一辈子不会拥有的情感跟想法。好酷哦，感觉还蛮很酷啊。怎么说呢？可能我比较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怎么说，好像没有特别遇到，就是让我觉得，不管是怎么说，目前的，就是荧光目前的身份跟私底下的身份都很怎么说，很热烈的爱着我的那种感觉。对，好像没有遇过这种，就是可能因为我也不会让我的粉丝看到我的那个其他面相啦。对，对。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一种经验，我觉得蛮酷的。可是我觉得一定会有深爱着你的某个人，只是我觉得人类是一个含蓄表达的生物，就是包含我自己也还在学着怎么让谢谢你跟我很重视你这2句话很常被自己说出来。就对我爸，就是我觉得我爸现在已经放下他所有的颜面，他很尽力的在表达他很爱我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也很爱你这几个字从嘴巴里面出来，就是不知道很像嘴巴被打出一孔出来，改掉很难改掉了就改掉了，就改掉了。就我在练习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本身大家都是值得被深爱着、值得被喜欢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我相信，除了世界上的一些害群之马以外，就是世界上每个人一定都会有，就是很值得被喜欢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或许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搞不好他们其实超级喜欢你之类的。好偶像的言论哦，是吗？带来那个爱与希望的感觉，带来爱与希望，没错。哇，太好了！天哪，我好不适合当偶像哦！突然觉得，我每天都在散播负能量，我没有在带来爱与希望的。可是梦爸很喜欢没关系的。他喜欢我没礼貌哦，真的假的？听得蛮开心的，可是他不喜欢他女儿没礼貌。哇哩嘞！到底谁是亲生的？好难过。可能别人家的小孩长坏没关系。不是？不是吗？他讲话里没有长坏，长坏的是
是这个世界，错的是这个世界，对，错的是都是这个世界，没有害我没有办法好好活下去啊！对，错的是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好，没礼貌的部分换回去，有道理。好，之后要收钱了。好，好好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就是对大家想看的话，以后要掏钱呐。对，我们那个偶像跟 VTuber 都不是行光合作用的，好吗？对。谢谢大家。行光合作用不是主要的能量来源，还是要吃饭的，而且我食量很大。好。偶像之后食量更大，我真的是哎呦。为什么食量很大，突然换一个声音呢？因为我觉得很适合用这个声音讲话。食量很大，食量很大，食量很大，吃饱才有办法表演啊。对啊，的确呢。有个怪癖，就是我上场之前，我一定要吃冻饭啊，就是真的或者是吃到白饭，跟喝气泡水。喝气泡水是因为是开嗓，但是其实我觉得，实际的效果的话，一般的可乐大于气泡水。气泡水它会，因为它没有加糖，它反而会让你的喉咙就是自主的生成痰，然后它就会卡在你的喉咙里面，很不舒服。那我觉得你配着一个东西一起吃的话，你可乐多少会有点痰，可是你咳掉就没有了，而且你会是开嗓的状态。可乐开嗓，外头笔记。外头笔记，这个可以笔记。你下次开根回可以试试看。还要吃冻饭是吗？冻饭哦，你都吃什么冻啊？我都吃，因为我喜欢吃葱，我都会吃那个葱芋牛肉冻饭，然后加葱，好好吃哦，仿佛已经浮现特定商家。我比较喜欢吃橘色的。橘色啊，橘色，一个橘色一个红色嘛。对，红色的我也喜欢吃，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咸。我喜欢咸的，我喜欢红色的。哦，真的好，真的。啊，那也不错啊，要加半熟蛋，没错。然后他讲说，不常是在教大家一个肯尼老师广为宣传的，就是用筋膜枪开嗓。具体来说正哪里嘞？大家请摸一下脖子下方那一块那一块东西，对，这你的胸上，不要震到骨头会受伤，而且是认真会受伤，而且蛮严重的，就是你我大概就是锁骨下方有一块软软的那边，然后你正这边，然后发出一些低频，也不用低频，就是你正常讲话，然后拿掉大概过个30秒1分钟之后拿掉，你会发现新世界，真的信我，信肯尼。你可以不相信桃园蒙娜，可是你一定要信，就是南台湾重金属土地公肯尼。等一下，他是有拍影片讲过这件事情？有，我好像有看过我有看过，我想起来了，我转发了2次，只得转2次啊！好，有机会我也该来试一下。可以。好，我要先找到筋膜枪。10分有用。我之前因为这件事情啊，拿了梦爸的筋膜枪去百乐门。好。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带出去吗？他说你不要带出去啊，那蛋你没点几边弄。然后我就说不要紧啦，然后我就把它带走了。好，先拿走再说。反正他是我爸。好，太好了。我爱我爸，赞。听得出来，太好了，赞。太好了，赞。OK。来，恭喜想念百乐门。我也好想念百乐门。大家，百乐门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超一盆薯条卖你200块，然后你可以吃到超饱。喜欢薯条的话，真的很需要没错，他们的鸡肉卷也很好吃，而且它的鸡肉卷吃完是认真会饱那种。我没有去过。我办主吹场在百乐门，你可以来呀。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的。没有啦，非
强迫性质，非强迫性质，但是就是对大家可以来，毕竟地下偶像不是星光合作用了，我想吃薯条，拜托。买一张拍可以让我吃一碗薯条，买2张拍可以让我吃薯条加鸡柳条，还备一杯可乐，还有枣。好，非常需要，吃饱才有办法表演。没错，不管是地下偶像还是 VTuber 还是任何表演人，请用钱灌溉他，谢谢。就是直接就是在我面前买给我吃也可以啊，要在我面前买哦。如果你直接带过来的话，我不收哦。太恐怖咯。我会害怕。还是要怕啦。对，我会害怕。没错，我们还是要那个，这算礼仪吧，这也是社交礼仪。我觉得比较像规范，因为有些偶像是认真没有在管这件事情。因为我有认识偶像，就是只能送小零食，然后小零食他不会吃，他会留起来。我想说，天啊，你怎么忍得住？对啊，他就供奉起来。对，我那天去他家玩，他就说：“你看，那个是他的粉丝名字，我们送我的礼物。”然后我就说：“姐姐，这个饼干是你出道的时候他送的，你知道你出道2年了吗？”他说：“对呀，我都舍不得吃。”你怎么忍得住啊？我的妈呀，那饼干看起来超好吃的，好厉害哦！可是这样如果收很多，不就要有很大的地方才能收纳这些礼物吗？对，我也问了一样的事情，他说：“希我可以再移出别的地方啊。”我就说：“拜托，求你吃掉吧，姐姐，我求你。”不吃要帮他吃啊？对啊，好厉害哦！是你想吃，你可以拿，只是我单方面会舍不得。然后就说：“这样讲怎么可能吃啊？你都不敢动了，我这样讲怎么可能吃？我好好笑，太厉害了。”好，我们来聊一点跟台语有关的，好了。好吧。我很好奇的，就是你有没有特别欣赏或是关注的台语创作者啊？特别欣赏或关注的，讲前辈吗？都可以啊，后辈也可以啊。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团体叫做存在证明，那他们虽然不是以纯台语为出发，可是他们有几首就是台语歌，我们还会酷塞，这些都是就是在地偶场会玩得很开心的曲子。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是自营团，对，自营团还出台语歌，然后还办专场，然后今年10月要在美国办突满，就是办就是两个偶像的组吹场，我真的觉得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可是我遥不可及。现阶段的我来讲遥不可及。我觉得我很欣赏他们的是，每一个人都很要怎么讲，很不传统的王道系偶像。但是完了，我好像懂大家了，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偶像越奇怪，大家越喜欢，这点我好像懂了。因为就是雪薇姐姐其实也没有到常常都是正常 mode 可是我好喜欢哦。怎么在 V 圈也有听过这种说法呢？我好像懂你们了，怎么办？什么本来企业是要做偶像团体，结果偶像全部都不偶像，结果大家更爱了。对不起，我懂你们了。从今天开始，我会严格执行收费的。没有没有啊！孟娜怎么变成这样啊？是我的错吗？太好了。没有，你是长火神，你不可能有错。对，错的是这个世界。好对，什么东西？有点自营团是什么意思啊？自营团就是没有公司，就是即使地下偶像还是会有几间就是比较有名的工作室或公司。那就是举例来讲，像是 SSR 佐藤妹工作室，或者是有一间台北的铺店叫做可雷仙朵，他们也有出 Idol Project， 然后就是这些就会比较像是企业式偶像。他自营团偶像就是像孟娜这种，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自己来，或是自己去找资源的偶像。那我觉得要讲利弊的话，
因为我自己没有待过，没有以偶像的身份待过公司体制，所以我没有办法评断。可是就是以我观察到来讲说，就是自营偶像真的比企业偶像还要辛苦很多。嗯嗯，怎么了？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找，应该是很累呢。与其累，不如说是那个筛选的过程中会让人很不知所措吧。因为筛选出来开工作室或者是公司的人，他们一定是对这个产业有非常深的了解。比如说有就是公司老板就自己是音乐制作人，或者是有就是很了解这个圈子的。就是人决定说想要培育新的偶像，那他们一定都会有人脉跟有机应该说机缘吗？机缘跟有经验，那这些都是你初出茅庐的个人式 idol 不会拥有的。你要吸取大量的经验值，你才会拥有这些东西，足以撑起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人才辈出的情况下，很多资讯灌进你的脑袋，很多资源灌进你的脑袋的时候，你还要去了解，就是你身为一个偶像，你要找自己喜欢的制作人也好，合作对象也好，还不够，你要去了解这个制作人能带给你什么。就是变成说老板这个做的事情全部都要自己扛。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也是吸经验值的一个很好的管道。可是就是比起就是也不是说要谁辛苦或者什么之类的，只是我觉得要怎么讲呢？需要去靠自己去沟通的机会变得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对这件事情很疲乏跟很枯燥。理解。以 V 圈的词汇解释的话，就是企业式跟社团式、个人式。对，差不多。哇，我觉得就我个人的小小观察，在 V 圈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有看，我朋友有发现，有一些那个企业是就是不一定，因为你刚刚说那个如果是地友的话，可能有一些等等，不是那个口诺迪友的那个地友，好。地下偶像好烂哦！怎么在讲那个？对不起，对不起，你把直播走出来啊！对不起，那个地下偶像的那个等一下，名词是叫企业式吗？我们会直接讲，就是企业式其实也可以，好像我印象中没有一个太过于统称他们的，对 ，OK， 对，总之。刚刚有提到，就是可能他们的那个统筹的人，或是发起的人，可能是有一些人脉上，就是可能至少可能是做音乐的人之类的。但是我朋友发现，那个 V 圈有一些企业是，对大间的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有一些小间的刚出来的，可能有时候那个就老板想圆梦而已，对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人脉连接，所以其实加入那种类型的企业是。不一定真的能帮到你很多。对，我有朋友有相关经历，所以我有略有耳闻。啊，没错。那就是很辛苦啊，大家记得要筛选啊。对，筛选真的很重要。对，就是大家都不希望一股脑的热血或者是梦想被就是我都不知道这种言论给击垮，所以我觉得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喜欢你的人，多做一点筛选是非常有必要的。真的，就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也很想要成为一个 VTuber， 对，那可能看到就是有企业是能加入就加，但我个人完全是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如果那间
企业是或是那间工作室，它其实没办法带给你很多实质上的资源的时候，你还不如做个人事。对，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不要太急于为了加入企业室而加入企业室，真的是要好好筛选。真的。怎么突然说教了呢？好，那你在偶像活动，你刚刚有提到存在证明，就是会唱台语歌嘛？你会想做这种事吗？超级想，因为你算是超级想，算是自营，对不对？所以你想的话，其实可以吧？我可以 do whatever I want。太好了，要不要出台语歌啊？好想哦，好想！来人啊，给他个80万，叫他做专辑。真的抖会很开心，可是可以先跟我讲嘛，就是，我此等荣幸能收到，就是对这个投资我，可是突然过来我会吓到，可以先就是跟我讲嘛，不然我真的很害怕。没关系，我帮你喊了，但他们还没抖，可以再慢慢心理建设，不要紧张。啊，那目前专辑其实除了台语专辑，我也蛮想要做戏剧的。哦，戏剧吗？不管是台语戏剧还是中文的戏剧，就是类似那种剧场的感觉。因为我有就是鹏鹏是剧场出身的，然后现在也在当地哦。然后我身边也有1-2个朋友是学戏剧的，所以我很想要有类似这个东西，只是我还没有深刻的去研究每一个桥段怎么做，比如说剧本怎么写啊，然后就是什么东西是在开始架构之前要处理，加上还有一个点是我还没有想好主体的架构我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贸然浪费我自己的囤起来的那个，就是给我自己的愿景，还有我没有很想要浪费就是朋友们的心血，因为我觉得我要很大声的说，因为我觉得做台语歌或者是做台语相关这种东西，就是要有人一起，就是要很多人一起才会开心。哦，所以中文的还好。中文的应该说中文的我自己可以 handle，就是应该说中文的东西是我有信心可以去诠释成我想要的样子，可是因为对于台语、对于台文的不熟悉，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100% 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一起做才开心啊。太好了，有需要可以找我啊。好，有需要可以找我是歪头笔记。我又蹭到了，对。好，蹭一次蹭，歪头笔记。没有预算自己做专辑，只好许愿别人要做的时候找我。那是欧拉夫老师。没错，那是欧拉夫老师。嗨，拉夫。老师，你看我跟他长得很像。谢谢老师的巧手创造了这对角，不知道什么到处送人。哎。我的身体的会是昔日妈咪，还有我这个可爱的小身体的会是尾鱼老师，让我可以看起来像火蛇。我又蹭到了，我又沾光了，谢谢大家。怎么这么客套啊？这两个是怎样？我认真的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好啦，这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想要讲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在桃园露娜形象诞生的时候，其实梦爸有参与过一部分的设计。对，这件事情就是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当然对接是由我对接昔日妈咪，但是就是我那时候就有跟爸爸说，爸，你觉得就是你想要就是我的形象长什么样子？他就提了一个大概的架构，然后我们两个为了就是
画出心中完美的陶渊梦娜的形象，我们还去翻了我以前的画作，好可爱哦，超温馨的。因为我们都有留下，我们家有一间小书房，然后那间书房是放就是爸爸以前的书跟我的画作跟我的书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翻出来说，你觉得要有耳朵吗？好像不太好。你觉得头发要粉红色吗？好像不太好。那黄色的，好像还好。所以最终就决定了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在对这件事妈咪会师的时候，其实妈咪把我画的超级漂亮，我真的是觉得哇，就是我真的是可以用这个形象活动的嘛。然后完稿那天是我的生日，刚刚好我的生日是前年的生日，然后我就把完稿当下我就把图发给梦爸，然后梦爸就说：“哎呦，我看起来腿很长很高哦，可以哦，很赞哦，互补你就是你没有就是在基因上面拿到的嘛。”然后我就说：“好哦，好哦，谢谢。”怎么这样？然后在就是这个小小的身体出来之后，又有让梦爸看，然后他就说：“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不想伤我的心吧，讲得很委婉。他就说：“我觉得这看起来很亲切。”我就说：“对不对？很可爱。”他说：“很像你原本的样子，矮矮短短的，跟那英雄赶快。”哎呀，没有，很受伤，我觉得很好笑，但是就是 How dare you to do this to me? I'm your daughter。医生呢？医生啦，亲生的才是最狠的。对，然后我就说，如果我是香肠，你就是糯米肠，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而且你年轻的时候皮肤很白，你是生的糯米肠。然后他就说我是发霉的香肠，我真的好过分哦！为什么啊？爸爸，我爱你哦！发霉的香肠。哦，是因为头发的颜色吗？对，是因为头发的颜色。然后就是蛮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点是，就是孟娜的正比，就是正比大战孟娜的头发里面其实有一点点蓝色。他就说，然后我就有跟爸爸讲这件事情，他说：“对呀，你看每一区都很多颜色啊。”好过分哦！怎么这样？想起抱起小时候孟娜算不算一种大肠包香肠？好温馨哦！好好哦，天哪，好好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肠包小肠，但是糯米肠是生的，并且香肠发霉。原来我是香肠，有嘎大。太好，为什么？因为很受欢迎吗？没关系，但是大家不可以叫我香肠，这个是梦爸专属，这个是梦爸专属。你叫我这样，我就把你永背。好，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再也不回来。对。好。有就是跟就是其他偶像，然后有在配信，然后讲过，就是那个观众就开了比较不适合，就是开在偶像上面的玩笑。然后他就换了一个账号回来说：“我可以把我姐 ban 吗？然后我之前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很抱歉。”他说，然后那个偶像说：“你为什么要让我想起来？我已经把你 ban 了就 ban 了，小心我会把你这账号 ban 掉。”对啊，不是应该换一个账号重新做人，然后不要再提起那些？对啊，就是重新做人就好。就是人生没有那么多绝路，我们重新做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机会，但是你不要提醒受害人你过去做了什么，那样不会有正向的效果，不会。他就只是想要被原谅，但是就太自私了，对，真的，不是真诚的道歉，只是想被原谅，只是想寻求原谅，那你还是拜拜。进地下室永远待着吧。哇，地下室关好几天。哦，永远吗？你说永远哦，好，永远，好。好像对他们来讲，好像没有包吃包住，所以不算奖励啦。也没有 WiFi，你也不可以点副 Panda， 不行。完蛋了，没有 WiFi 就已经严刑。对，你用行动数据点副 Panda 点Uber Eats送到我家门口，会把它吃掉。我很饿，我要全部。我要全部。好，好懂迷音。谢谢，太好了。至上的夸奖。那你在
就是目前还没有写过台语歌，还没。之后会想写吗？会，还没写，会100% 的想写。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有能帮忙的，请务必告诉我。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收到了，太好了，外图笔记，外图笔记。那除了就是台语歌之外啊，你在偶像活动中的其他活动里，就是有机会用过台语吗？就得说，如果鸡鸡的尾巴吓到我，吓一跳。我必须得说，就是如果有，我觉得还是总归那句话，台语这种事情吼，就是要一群本土偶像，一群本土艺文者聚在一起做，那才叫做好玩。如果有就是活动方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超级好玩，我超级想参加。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有勇气像存在证明一样，就是那么勇敢，就好，我们来抽一首台语歌吧，我们4个人唱，然后我们跳舞什么之类的。我还没有，桃园梦娜目前还没有那么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没有勇气，透过了很多人的汇集，它会变成一个很茁壮的树，然后那棵树就可以就是做到任何就是一个人没有勇气可以做到的事情。有时候需要那个众人的力量，这样子吗？没错啊。那除了偶像活动之外啊，有没有哪些事情就是你还没有用台语做过，但是你想试试看的？还没有用台语做过，可是想试试看。比如说读硕士。用台语读硕士吗？或是选里长。选里长哦，用台语选里长，这是真想要。真的假的？是真想要。你想要选里长哦？我没有在夸张，就是你的竞选歌曲可以自己出对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出周边都很喜欢出竞选背心，可是我觉得服装归服装，我想要让这个服装富有一层特别的意义。我好中二随便，我想要让这个服装赋予一个特别的意义，然后这特别的意义，我又想要用特别的方式做什么事情？你想想看，一个就是我现在头发是有点像地球的颜色，一个地球色的妹妹，然后穿着偶像服，然后穿着竞选背心，用台语竞选里长。完了，什么？走啊，一起选里长，走。江梦娜台湾阿娜世界伟人财神里长，好赞哦！好。走，选里长。真的假的？好酷哦！对，然后我之前其实蛮想要做台语的那个什么玄学科普影片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应该说对于宗教，在台湾对于宗教的第一个想象就是庙宇或者是佛教。那我觉得如果可以让老一辈，或者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庙宇工作的人就是台语都很好，如果可以就是打破这层就是因为同温层的墙，我觉得会让这个应该说让这个带给人信念的东西少一点少一点彼此对彼此的成见。对，理解。那是什么阻止了你呢？是什么阻止了我吗？时间啊，确实呢，毕竟是还要读书，不能星光合作用，还要工作。不能星光合作用，我读书，我读书读完，我还要去练习还要打工。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一首歌一次练习就练会这件事情，也太难了吧。我在努力，但是是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酷哦。就是我还在努力，但是我目前没有办法，我一天没有36个小时，我做不到。我也好想要一天36个小时哦。而且还要打工时间不见了，时间不见了，肝也不见了。
肝也不见了，还我的肝已经卖给路西法了。哪一个路西法？有很多作品里面都有路西法。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Husband Hotel》？Husband 太好 Hotel 了，里面的路西法，那是很好。对对对，那是有人可能会说，很赞的。我买了什么东西回来？我之前有被说过很像 Charlie， 就是思想跟讲话方式很像 Charlie。唱歌也像吗？唱歌有像。我有跟朋友对过 More Than Anything， 然后哦，好酷哦，是真的蛮像的，好酷哦，好酷哦。哇！我跟朋友就是合唱过 More Than Anything 的，真的像。这感觉可以开个 Husband Hotel 歌会，我好想，很不错吧？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第2集，可是我觉得 Hear My Hope， 其实我之前跟我的好朋友有想过 Hear My Hope， 然后找一群人来唱。那肯定是相当好吗？合唱计划，我真的好想做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好像因为他要去美国待1个月，然后我在台湾，那时候还有表演的事情要忙，所以这计划就是一死腹中。就是最近很想要让这个计划再重新起来，我就觉得要好玩，要。别人说要做企划，马上推他一把，哈哈。要。对，反正不是我的肝，哈哈哈。我很喜欢那个 Loser Baby。Loser Baby 好好听，就是超爱。就是2季你知道其实我第2季没有看完，我只有看前面一点，然后后来没时间看，哈哈。没关系，反正就是，第2季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说 Husk 跟 Dust，Husk 跟 Angel Dust 分开。然后今年每年骄傲月不是都会出那个嘛 ，Husband Hotel 不是都会出那个骄傲月立牌嘛？然后去年的，因为就 Husband Hotel 的就是粉丝拿就是 Husk。今年跟去年，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那个立牌做比较，发现说我们小猫咪不笑了啊，好细节。我不行，我是猫推跟鹿推，我的混音师也超级喜欢 Husk 的，我也蛮喜欢的，没错。但我也蛮喜欢 Angel Dust。Angel Dust 是我觉得他写得很这个角色很令人揪心的一个。对，非常喜欢，没错。然后我要爆料了，反正他现在没在看，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录音的前1天，在我混音师生日的前1天去找他录音，就我的混音师同时是我的录音师，这样我就准备了一个 Husk 的亚克力的杯垫给他，然后我包的就是超漂亮，就是因为我的混音师是一个讲话声音很低，然后声音就不算太大的人。我跟他认识2年快3年，我第一次在那一天听到这么大声的他，我真的是，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天哪，太棒了，这个效果很好，太棒了，就是太好了，他很喜欢。可是就是给他礼物的同时也给我个礼物，那个画面我应该会记一辈子。好赞哦，好赞哦，太赞了。好，那好像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最后想问最重要的问题啊，马若，你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好的，那我在今年的8月28。8月28号会在次元巡航季，那这一次的次元巡航季办在高雄捷运青埔下海的秘密基地，走1号捷运站出来看到橘色很大那一栋就是了。那这次的表演比较酷，会跟残响的虎月还有瓦塔赌一起。那我就是我们3个人拍了很可爱的就是宣传照。然后也准备了就是我们觉得很满意的歌曲，想要来表现给大家看。那因为是合作的关系，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就是即使不是我们的时段，然后也可以在台下就是带动气氛。就是有很多的表演者都很优秀，不一定要来看我会很开心。可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这样子啦。次元巡航季也是一个很认真的就是活动。那
主办啊、协办都是我很熟悉、很喜欢的，就是大人们，所以就是大家请，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一定要来看看我呀。这样我应该要贴哪一个账号的链接帮你宣传呢？你贴某某 Tuki 那个好了。你平常的YouTube YouTube 好。哦，对，然后想要在此宣传一下，就是我很开心，大家可以跟我就是成为朋友或是贴近我一步，但是我的日常账号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啊，是这样，很多人跑去追踪你的日常账号对，然后就是你知道我太常就是用日常账号划一些杠片，然后就我贴到就是某个地方，然后大家就会点那个链接，然后追踪那个账号，就是我很开心，真的。但是大家就是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人。你们知道我现在发现想要就是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我压力都超大的嘛。太多双眼睛盯着你，太多双眼睛了。OK， 我之前好像发了一个什么天要亡我，那我就躺平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就有粉丝来问我说：“啊，梦梦怎么了？你还好吗？”然后我就说：“好的不得了，这是。”你只是想发个搞笑的是吗？我还发过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事当，然后就是 Olay 的 Leia 看到，因为我跟 Olay 的 Leia 其实原本就稍微认识，但是没有到特别熟。然后他就用那个营业账号看我的那个，觉得好赤裸。然后还有就是很不是会跟风嘛，就是有那个就是轮到你的那个，然后好像就是有一个就是发一张照片，然后什么都不要说。我记得我选了一张我超丑的照片。那一则线到浏览率好像有300多，自己发的哦，没办法哦，完蛋了。好，太好了，真的是放过我，拜托。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但是就是你可以追踪之后就选择不要看，或是看了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对，就是不要在午饭的时候跟我说，我觉得你上这个丑照超好笑的，完蛋了，完蛋了，多放过我。可能大家就是喜欢这一面吧。我之前就是有共演者，就是跟我说。我看到你发的那个限动，我就说你看到我什么？我就说我看到你抱怨就是脚骨很痛，我就不要看这个，不要看这个，你看到了，你不要跟我讲，拜托，求你。知道了，我也要多发这种的。你多看，不要看我的，看我的，不要看他的，这样子哦，我是不介意啦，我是不介意，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好，终究还是陈火蛇扛下所有，谢谢陈火蛇。太好了，把流量都给我。给你，都给你。谢谢，很需要。很需要。太好了。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大家要说拜拜的开放报名，然后我们就开放报名。对。现实动态的意义不就是24小时过后所有人都该忘记吗？好像有道理哦。你们不要记得，拜托。对，有些东西就让它随风消散吧。对啊。让它消失在资讯的洪流里，让它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天哪，我怎么这么会讲话啊？对啊，你今天是怎样？没怎样啊，就有睡觉。你在臭我？对耶。我突然想起来，你是昨天睡不着。对，这个人刚刚那个早上吗？是早上吗？在早上的时候，10点多的时候。对，说那个昨天睡不着，但是还是会来联动，不会不见。真的有来，很厉害。那有来，而且蛮有精神。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做到的。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公主彻夜未眠》，然后那时候我要发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然后我那想是李斯特还是？
没睡饱，还是普契尼啊？没睡饱，没睡饱。想了一下啊，普契尼音乐卷史全部还给国小老师。国小有教这么深吗？可能我乡下小孩就是学校对于课纲其实没有特别要求，那就是那个老师很希望可以教给我们的东西越多越好，在我们的吸收范围内越多越好。反倒是我上国中之后，可能因为班上的同学都太喜欢闹老师，闹就是音乐老师，所以就反倒真的是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或者是解释的部分。对，竟然臭自己音乐我不是故意的。我跟我爸讲，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感觉他就会说：“谁叫你不睡觉？”哇哩嘞！好，你不可以这样，爸爸。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我常常也没睡饱，所以我才对，没错，让我辩解一下。好，那 How dare you to do this to me？ 希望今天睡得着啊。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吧？再睡不着就有点严重了。严重的。好，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好，木瓜，拜拜。感谢你的囝，给钱呢。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感谢伊头着去请赞助的100块，请摕去甲二爸二母的妹妹哦，嘿，甲妹妹分50应该是会当买到正常无花药味豆花。好，真的要请你吃豆花，没问题。好耶，豆花。好，该吃豆花。安眠吧2位，我直接睡。好，我还不用，我等下可以工作一下。对，好的，好，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那木瓜拜拜，西雨拜拜，苍大叔拜拜 ，Sandra 拜拜，伊头的古桥拜拜，还有阿玲拜拜，拜拜，拜拜，お疲れ様でした。那大家再会。拜拜，好不会收场，每次都很不会收。哇嘞，哇嘞，好了，那大家再见吧。好。